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实在讲，咱这老大人，咱这时代，心肝都爱放互清，唔若爱放互清，搁爱放互青春。国情招你同齐来听，来听一条过去台语老歌的歌词，实在真活泼。这条歌则老人也哥哥，咱来听头一拍的歌词讲：三只公啊，九斤薄，真正老风骚。别项舞步无爱学，爱跳也哥哥。音乐节奏无清楚，脚步踏袂好，两个跳甲飞高高，抱咧玲珑歌。照讲这条歌咧唱老大人，两个感情好，唱歌拉轻。毋过国情今仔日要甲你补充一项内幕。这条歌是日本曲改，自底日本是囡仔歌呢。这条歌伫日本是龟甲兔咧走相入的囡仔歌啦。结果经过作词家叶俊麟老师甲改编，来到台湾煞变轻松的老大人歌。尤其是内底有啥物会唱阿哥哥，原来就是迄当阵发表这条歌的时阵，社会当咧事件跳阿哥哥。啊，歌词内底讲得真活泼哦，讲三只公啊九斤薄，真正老风骚。这咧讲风骚，毋是真正咧批评，毋是真正咧屁相，是讲吼老大人心情啊放互活泼啦。音乐节奏无清楚无要紧，两个吼。跳甲抱咧玲珑歌，快乐就好。过来第二拍歌词讲：三只公啊70外，头毛喙鬚白，九斤薄啊骹骨细，今年70岁。三步进前两步退，愈跳愈好势。虽然老骨定空空，无似少年家。你甲听70几岁，咱这老大人，实在讲心情若要放互清，第一要紧，咱出去甲人行，出去甲人谈，这介好。第二上界主要国情嘛要解劝你，唔通为着囝儿孙安尼不时伫咧偷烦，不时伫咧忧头革面。因为囝儿有囝儿爱拍拼，囝儿有囝儿爱去行家己的路。咱老大人社区若有5、6场所，咱就尽量心情放互清，来甲人欢欢喜喜来跳一个阿哥哥，迄嘛袂要紧呢。过来第三拍的歌词，咱继续来甲听。第三拍讲：三只公啊，目睭花，目镜挂条条。九斤薄啊，点胭脂，面皮搁摇摇，两个跳甲烧滚滚，快乐又逍遥。目镜落落煞找无法搁再跳。讲歌讲歌词，有时咱嘛得来体会讲这写歌词的人吼，伊是有头有尾。你讲叶俊麟老师虽然短3、4拍的歌词，伊嘛晓甲咱收束呢。讲老大人挂迄个老人的目镜，跳甲欢头喜面啦。结果歌词唱到尾啊讲。目镜落落煞找无法搁再跳。大家吼嘻嘻哈哈，你笑我嘛笑，欢喜过一天。相信讲这是老大人上界快乐的时阵。三只公也好，九斤薄也好，我相信囝儿事事拢忙讲第一，你就是心头一定爱清；第二，你心情一定爱健康。阮做囝儿事事，阮会认真拼。相信大多数啦，台湾超过9成人拢甲国情同款啊心理，同款想讲做时代毋免替阮操烦。你第一要紧，身体一定要勇健；第二，阿哥甲跳落去，安尼上界欢喜，上界快乐。